果你一直都想喺倫敦買樓 ，cash flow 又有限，唔知住東邊定西邊好，未到步想知道環境係點，衣食住行樣樣都係大範疇，抽唔到時間特登飛一次喺香港，咁你真係要留意下啦。與其喺 YouTube 嗰度淨係睇片，睇一啲唔知噏噏啲嘅資料，或者係有啲好 personal 嘅生活習慣，想問我哋嘅，容許我介紹一個1對1面對面嘅了解機會啦。3月15號同埋16號，我哋將會喺中環置地廣場舉辦 Royal Arsenal Riverside 同埋 Woodbury Down 嘅樓盤展銷會，一次過介紹2個樓盤俾你哋。倫敦東南黃金地段，一線泰晤士河，伊利沙伯 Cotswold 直達倫敦核心，金融城 Canary Wharf、Bond Street 一步到位。倫敦松 2罕見嘅湖景豪宅，背山面水，學校集中地，適合自住，靚環境，低管理費，冇得輸啊！倫敦東南雙強。河景靚盤一網打盡，現場解答，仲有專業嘅團隊同埋佢哋發展商嘅伙伴，當日會現場解答，一次過幫你揀啱心水嘅靚盤單位，用最短嘅時間唔使飛過去，即刻了解區內嘅環境、周邊嘅配套啦。今次嘅展銷會唔單止睇樓盤咁簡單，你仲可以即刻同英國銷售飲杯咖啡，交流英國嘅生活心得，問清問楚投資回報。倫敦而家樓市嘅走勢，仲可以即場預約睇樓，半日已經可以幫你了解到將來嘅生活之餘，仲可以發展下一個投資機會啊！錯過咗就要等下次㗎喇，機會難得，有興趣即刻去附近嘅連結報名啦！